罗马书第8章第14节到第25节。既然互上帝的神所带的，是做上帝的囝，因为恁毋是受到奴仆的神，至到搁惊吓，就是受到设立做囝的神。对安尼，咱叫讲阿爸、爸啊。圣神家己甲咱的神三甲干净，咱做上帝的囝。既然做囝，就做护士，就是做上帝的护士，甲基督同做护士。若咱甲伊同受苦，是要互咱甲伊同荣光。因为我算现实的艰苦，袂堪得比并所要显明到伫咱的荣光。因为受造的物额头黄望，得听候上帝正经的显明。因为受造的物幸福伫康夫，毋是伊甘愿，就是对迄个互伊幸福的，是得黄望连受造的物也要得到透放脱离败坏的拘束，来入伫上帝的囝儿荣光的自由。因为咱知一切受造的物到即时要得三角吐气、苦痛。毋若安尼，就咱本身得到圣神透水的果子的，也心内家己吐气，得听候设立做囝，就是咱的身躯会赎回。因为咱得救是对黄望，若是已经看见的黄望，毋是黄望。因为所看见的，啥物人得黄望伊？独独咱若黄望迄个所无看见的，咱就吞忍听候。兄姐，大家平安。请你甲你正平倒平的兄姐，甲伊讲，会通甲你同齐敬拜，真好。请你甲伊问一句话，讲，你敢是上帝的囝，还是查某囝？你若是，你甲伊讲我是；你若毋是，你甲伊讲我毋是；你若讲我也毋知呢，你甲伊讲我也毋知。保罗先生到伫雅典传福音的时阵，伊发现一样代志，就是希腊人非常敬畏鬼神，这甲咱台湾人非常的共款。伊引用希腊的哲学家Epimenides 所讲的一句话，伊讲：咱点伫上帝来生活，咱会叮当，咱的存在拢在伫伊。像是伊佫引用希腊的一个诗人阿拉图斯的一个诗句，伊讲：阮也是伊的儿女。这两句话所表达的思想，看起这个希腊人甲古早的犹太人有小可无共款。古早犹太人通常毋敢称上帝做阿爸爸，一直到伫耶稣，咱知耶稣教是咱就称上帝做阿爸爸，是因为因认为讲，你若单纯伫这个所在来称上帝做你阿爸，这是种亵渎的行为。所以比较之下，希腊的哲学家甲诗人，因比犹太人佫较大胆。若甲中国传统的思想来相比，咱知伫传统的中国的思想，会通称作天主，就是神的囝，只有一位，就是皇帝。你若称家己是天主，你就爱准备互人抬头。希腊的诗人甲伫这个所在讲，所有的人，阮拢是伊的儿女。显然比传统的中国的思想，佫较有民主的理念。值得咱伫这个所在特别提起的，就是保罗，伊无反对拄则咱所引用希腊哲学家甲诗人的讲法，总是伊要通过因的讲法来挑战当初时的希腊人这个问题。伊讲：但既然咱也是上帝的囝，咱就无应该掠做上帝本质。亲像金、银、石，用人的功夫、用人的心思所塑造出来的。因为咱安尼做时阵，是对着创造天地主一种的冒犯，一种的不敬。咱无将上帝应该的荣耀归予上帝，反倒转将上帝荣耀归予受造的物，像是佫将受造的物
关抬到伫上帝之上。当然，今仔日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互咱来思考要紧的一个信仰问题：什么人是真正上帝的儿女？真做上帝的儿女，对着咱的生命有甚物款的意义？第一，咱来了解，要真做上帝的儿女，毋是你家己讲了准拄煞。一个人袂通空喙保指来讲，我是上帝的囝，伊就是真做上帝的囝。敢若亲像一个人袂当空喙保指来讲，我是某米人的囝，安尼我就真做某米人的囝。若是即种的讲法会通成立，那安尼可能真侪人会讲，我是比尔盖茨的囝啊，我可能是巴菲特的囝啊。最近伫台湾有一场716的集会，伫即个活动中间，有一个叫做台湾阿明啊，听讲咱中间嘛有一个叫做台湾阿明啊吼，伊上台来演讲，真侪在场的人伫遐大声喊话讲：干爹好，干爹好，干爹好。因为称呼伊做干爹，是因为因知即个台湾阿明啊真好业，总是因会通称伊做干爹，即个干爹敢会认因做客囝、客查某囝。换一句话讲，单喙保指，你讲我是某米人的囝，袂通真做某米人的囝，这要有搁较济的认定甲根据。但真做上帝的儿女，嘛是同款的道理。咱袂通即个单喙保指、空喙保指来讲，我是上帝的囝，然后我就真做上帝的囝。咱有需要一个信仰的根据，咱有需要信心甲倚靠。咱今仔所读这段经文中间，保罗先生甲咱讲，什么人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是互上帝的神所引出的人。然后上帝的神要引出伊的生命，这个人会通真做上帝的儿女。总是一个人要安怎会通得到上帝的神来引出伊？先知约珥有做一个预言讲，末日的时阵，我要用我的神降落建造肉体。恁的囝、查某囝要做先知来讲话，恁的老人要得到民望，恁的少年人也要看起异象。这显明上帝有一个做法，上帝有一个举动。就是伫末日的时阵，伊要降临伊的神伫侪人的身上，无论是男，无论是女，无论是老人，也是少年人，拢会有机会通得到上帝的神来引出。但是西约翰继续这个预言，伊讲：当我来是用水甲恁行洗礼，互恁通悔改。总是伫我落尾来，气力比我较大的，伊要用圣神甲火。来甲恁行洗礼，咱的主耶稣基督也确实对伊门徒讲：约翰是用水甲恁行洗礼，但是无久，恁要接受圣神的洗。一个人要有圣神的引出，伊就爱首先接受圣神的洗。总是啥物人会通用圣神来甲咱行洗礼啊？毋是施洗约翰，毋是某一个牧师，是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会通用圣神来甲咱行洗礼。耶稣伫约翰福音书明确安尼讲：人若是对水甲圣神所生的，就袂通进入上帝国；对肉体所生的是肉体，对神所生的就是神。这表明要真做上帝儿女，就爱对圣神得到顶头生。圣神的洗，就是互咱的心灵会通得到顶头生。互咱会通进入上帝国，甲天父上帝建立亲密的关联，咱会通称伊做咱的阿爸爸，咱做伊的儿女。可见基督徒称家己是上帝儿女，毋是家己凊彩讲讲的，毋是空嘴保指，是倚靠三位一体上帝伊所要完成的救恩。而咱要真做上帝的儿女，包括信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神上帝拢共同参与整个救恩的工程。圣经有非常详细来描写这个救恩的工程。以弗所书第1章第40到第7节安尼讲：天父上帝伫创造世界大生，伊就伫基督内面成经选咱，互咱伫伊的面前真做成，无通嫌。
伊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用仁爱大心定着，咱对耶稣基督得到做囝来归伫伊，互伊的恩典的阳光通得到学乐。这个恩典就是伊伫伊所听囝赏赐互咱的，点伫伊，咱对伊的血通得到赎回，罪过通得到赦免，拢是照着伊丰富的恩典。天父上帝先拣选咱，咱若无得到天父上帝拣选，咱袂通成做伊的儿女。但毋也是信父上帝伊有拣选，伫圣囝上帝方面，伊也做诚水的工。圣囝上帝耶稣基督，伊伫太初就是甲上帝三角地带，伊就是上帝，总是为着实现救恩，伊道成肉身来到伫世间。但耶稣基督，伊是上帝囝来到这个世间，是要互诚做人的囝，是要互世间所有人的囝会通过信来诚做上帝的囝。所以加拉太书第4章第7节安尼讲：，迄个时已经满，上帝差伊的囝对妇人人来出世，是出世伫律法下面，要赎回伫律法下面的人，上时设立咱来做伊的囝。为着恁是囝，上帝差伊的囝的神进入咱的心，互咱会通对咱的心来呼叫讲阿爸爸啊。加拉太书第3章26节到27节也安尼讲，但因为恁对信靠耶稣基督，恁就拢做上帝的囝。为着恁既若洗礼来入伫基督的，恁拢会通称基督。换一句话讲，咱受洗归伫耶稣基督，是受洗归伫伊的死。也要领受伊迄个对死搁活的关联，互咱的一举一动会通有上帝儿女新生命的款式。约翰福音书搁讲了非常的清楚，伊讲人若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人，信耶稣基督的名的人，伊就赏赐因有权，有即个权，毋是空嘴保证，是有一个权柄赏赐互伊，互伊会通做上帝的儿女。咱即个毋是对着血气，嘛毋是对着肉体的意思，嘛毋是对着人的意思来所生，是对着上帝所生。咱对即个所在，咱通知上帝做基，通过耶稣基督做诚水的工，互咱会通诚做伊的囝。但圣神工作，圣神上帝嘛咧做工，圣神降临即个地面上，是要为着伊的囝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做见证。圣神引带人，通人明白耶稣基督的真理，但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保罗先生伫罗马人书第8章14节安尼讲：既若是上帝的神所引出的，就做上帝的囝。佮讲圣神家己甲咱的神同齐见证，咱是上帝的囝。圣神毋也是互咱会通得到顶头生，圣神要继续踮伫咱的生命中间，感动咱。教导咱来明白耶稣基督的真理，常时引带咱行伫上帝儿女的道路。对咱咱所读的经文，咱通清楚知影一项事：基督徒会通清楚来告别，咱是上帝的儿女，毋是随便讲讲，毋是自我感觉良好，嘛毋是空嘴保证，是因为三位一体上帝已经为着咱做成伟大救恩的工作。咱若愈明白三位一体上帝为着咱所做成的工作，咱若称家己是上帝的儿女，咱就有凭有据，常时咱有根有基。那安尼，咱伫做上帝儿女的生命过程中间，就会通愈来愈有真实、常时深刻的一个体验。但当圣神甲咱的神当作见证，确认咱就是上帝儿女的时阵，咱所得到的，就无搁再是做奴仆的心，无搁再伫惊吓中间，咱是真做上帝儿女，所以得到儿女的心，对咱安尼，咱会通非常亲切来亲近咱的上帝。所以上帝毋是一个法官，上帝毋是警察，上帝是你通亲近的阿爸爸。若是照着律法，也是照着咱有律法公用的良心，咱家己审查家己。咱知影，咱是一个罪人。有罪人太有资格会通称家己是上帝儿女。定价，咱敢若会通伫上帝面前谦卑讲，阮是无路用的奴仆。总是根据上帝救赎的计划，上帝是找伊的囝，
对妇人人来出世，上时是出世伫律法下面，目的就是要赎回伫律法下面的人，互咱会通做伊的囝。这通讲就是活伫律法下面，甲活伫恩典下面无共款的所在。一个人若活伫恩典下面，伊相信耶稣基督，上时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安尼伊就无搁再受罪甲律法的束缚，伊无搁再屈服伫即种奴仆的心。伊所领受的是欢欢喜喜来做上帝儿女的心，确信家己就是上帝儿女，上时会通甲天父上帝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咱每一个人拢会通过律法，也是有律法的公用的良心来甲上帝建立关系。咱每一个人嘛会通过上帝伫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问题来甲上帝建立一个关系。不过咱就爱斟酌细腻，咱活伫律法面下面的人，要靠着律法，也是靠着咱良心来甲上帝建立关系的时阵，你生命的处境可能是安尼。你的良心想要遵守律法，你知影律法是神圣，是对，你要遵守，总是你会面对魔鬼撒旦对着你的引诱，你无法度守你的律法，上时你的犯罪来违反律法，你会陷落伫罪甲良心的控诉，你会体会到你的肉体哪会遮尔软弱。甲你的生命是安怎遮尔痛苦？你的生命就成做一个恶的循环，成做你生命的一个困境。这是一个人要靠律法，也是要靠伊良心来甲上帝建立关系时阵，伊所会经验到。总是如果一个人若是靠着耶稣基督救赎恩典来保持甲上帝恩典的时阵，伊生命情景是安尼。盖起头，伊知影家己是一个罪人，伊是生命中间有一个罪性。所以，伊知，伊就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互伊的罪通得到赦免，上时领受所应允的圣神点伫伊的生命内面，不断咧换新伊的心性，不断咧换新的生命，受着圣神的引带，然后伊的生命是活伫一种新的循环内底，伫上帝恩典中间继续来成长，继续来永壮，长大成熟。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拢会通做选择。若是法利赛人、律法主义者，也是高标准的道德主义者，伊会甲你讲，你着遵守律法，甲良心来建立甲上帝关系。若是耶稣甲保罗要甲你讲，你着靠上帝恩典来建立甲上帝关系。你会通做选择，那亲爱兄弟姊妹，你所选择的是倒一条路？保罗先生讲，咱若既然真做上帝儿女，就是上帝的后嗣。既然真做上帝的后嗣，就有一天要甲耶稣基督同承接产业。真做上帝儿女，若是甲上帝建立生命关系，上时咱得到一种的身份，这种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后嗣。后嗣甲儿女有关联，总是后嗣有要强调一种特别的所在，就是伊有得到一种特别的权利，就是会通来继承产业。伫古代社会中间，并不是所有血缘关系的人拢会通接受父母的产业。譬如讲，夏甲所生的囝以实玛利无权利通接受亚伯拉罕的产业。独撒旦所生的囝以撒有这种的权利，因以实玛利被称作是血气之子，若是以撒，伊称作是应允之子。上帝所应允的产业，只有应允的囝会通来承接。当然，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脚来行的，咱也真做应允的囝，会通伫耶稣基督内面来应承称做伊。将来，咱也要甲耶稣基督同做来承接上帝国的产业。伫这所在所讲的产业，有时阵该翻做基业，是指财产，也是拥有的物。特别是通过继承的方法通得到的。伫旧约时代，上帝有应允，要将迦南地赏赐以色列人做产业。总是对生活来看，以色列人继承地上的迦南地做产业，只不过是做基督徒将来要得到天顶的产业的一个预表。咱真做上帝儿女，是用咱相信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的应允。当咱受洗归伫耶稣基督，咱就是属于基督。就是做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后裔，咱是要照应允来真做后嗣。所以咱若是真做上帝儿女，上时是甲基督同做后嗣。咱要
成做上帝国合法的继承人，将来咱会通甲基督同齐来继承上帝伫天顶为咱所备办一切的基业。天顶的基业，就是指耶稣基督为着咱所备办各种的恩典甲福气。伫上帝国中间，咱会通甲上帝永远伫地，常时享受各种的荣耀甲着权利。这种的福分，是咱目睭袂捌看去，咱的耳孔袂捌听去，人的心也袂捌想到的，总是圣神要光照咱通看去。所以保罗先生为着当初时，伊有所教会这信徒替因做一个祈祷，因为因嘛咧想，到底天顶的基业是啥物货？因想无。保罗先生为着因祈祷讲：我为恁祈祷，恳求上帝开恁心目，互恁的心目会通得着光明，互恁通知上帝恩召人，互人的愿望是偌大。上帝为着伊的圣徒所备办的基业，会用光有够活恁富有。彼得也伫伊的批信中间指出，上帝为着圣徒所备办的基业，是迄个未败坏、未懒散，也未衰退的产业。像是为咱保守伫天灵，甲以色列的百姓所得到属地的基业来比较，天顶的基业更较宝贵。以色列人得到迦南地做业，总是这个业会朽坏，会伫对敌的攻击下面可能会受到破坏。像时也因为以色列人不断的犯罪，所以受到拉山误会，也遭遇到各种的灾害，变作扒荒。总是伫耶稣基督内面，上帝为着咱基督徒所备办的基业是永远存在，袂朽坏；伊是永远圣洁，袂败坏；像是永远存在，袂衰退。但兄弟姊妹，咱伫基督中间，就常常会记住，恳求上帝开咱的目睭，互咱看起上帝为着咱所备办天顶的基业是偌尔大的荣耀。拄拄因为保罗先生知影。伫耶稣基督内面，已经成做上帝儿女、上帝护士，所以也深信，若是咱活伫即时，还搁咧受苦的时阵，咱是甲基督同齐受苦，将来咱也要甲伊同齐来接受荣耀。基督是为了拯救咱来受苦，所以当咱每一届经验苦难的时阵，咱会记住，伫苦难中间，咱的主甲咱三角伫地。通过苦难，上帝甲咱的性命来。三角联合做伙，毋是要互咱伫苦难中间继续受苦，是要互咱的苦难，毋是行往死亡的结局，是要行往荣耀的一个通道。伫苦难中间，咱会通甲耶稣基督三角结连，行往更较大的愿望甲荣耀。伫今年5月，我有一个机会，甲我的夫人人，甲着2个查某囝，做一个旅游，阮到伫希腊参观迄个。哥林多的古城，伫这旅途中间，阮有参观一个景点，叫做公堂北马。这个所在，互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北马意思就是讲坛，也是法庭。伫罗马帝国的时阵，伊是当初时这个当地的行政首长咧公开审判案件的所在。保罗先生捌伫哥林多，拢总有18个月遮尔长的时间。伫个所在传主福音的时阵，受到当地的犹太人甲攻击，因指控保罗无遵守犹太人的律法，所以将伊带到伫哥林多的公堂，当初时的地方官加流控诉，提出控诉。加流是罗马政府伫公元51年6月到伫52年5月中间，驻派伫埃加亚省的一个地方官。但伫即个公堂顶悬，即个加流听即个案件了后，伊讲：恁即款的案件是恁犹太人宗教的问题，甲着一般的刑事的案件无关联，所以伊拒绝来受理。伫即个北马的即个遗址顶悬有一个非常悬的高台，即个非常悬的高台，这是当初时咧审判犯人的一个广场。广场顶悬中央的所在有超180公分的一个石条。这个石条真特别，就是伊有2个坑。这2个坑的目的，就是将这个铁链会当穿过这个坑，然后将这个铁链这个绑伫这个这个犯人的身上，互这个犯人无法度逃走。犯人受审判的时阵，就是绑伫这个铁链甲这个石条顶悬。一寡圣经考古学家认为，保罗伊伫这个所在受审判的时阵，
伊的双手可能就捌绑伫即个大石头顶悬。即个历史的意义，互咱来怀念保罗先生，伊为着传福音的时阵，伊确实捌受过苦。伫即碑马顶悬有一个纪念石碑，石碑现主时有用希腊文甲英文所刻的字，所刻的字是哥林多后书第4章17节，安尼写：因为咱目年啊久的勤恳的艰苦，是要甲咱成上顶上永远的大荣光。即句话，即个经文甲伫咱今仔所读的经文，罗马人书第8章18节，保罗所讲：因为我算现时咱的艰苦，未堪得比拼将来所显明伫咱的荣光。即两段经文意思共款，拢咧表达现主时咱有苦难，总是将来咱有荣耀。保罗先生为着耶稣基督福音，伊甘愿忍受眼前的苦难，因为伊深知影一项事，就是甲耶稣基督同齐受苦，拄拄是咧证明咱甲耶稣基督同是上帝的儿女，同是上帝的护士，介好的一个印证。所以对伊来看，即个念遐久、至亲至微的苦楚，若要比起上帝为着咱所备办将来荣耀，一点啊都无算啥物货。兄弟姊妹，基督徒甲其他人共款，拢会遭遇着苦难。总是咱伫苦难中间，咱甲毋是基督徒有无共款的所在。当咱有苦难的时阵，咱会通回顾，咱过去是毋是有犯啥物罪来得罪上帝？咱还未认罪，咱认了无清楚。咱会通伫上帝面前谦卑认罪，咱然后会通得到赦罪。同时，咱会通注目咱眼前的苦难，咱通过耶稣基督的苦难，互咱看去，耶稣伫十字架顶，就是拄拄为着咱承担罪假刑罚的苦难。所以，咱的苦难是甲耶稣基督三角结连做伙。兄弟姊妹，就伫你的苦难中间，找着耶稣基督为你承担的苦难，你的苦难就有意义。同时，毋也是安尼。咱会通深信一项事，上帝予咱一个应允。咱若甲耶稣基督同齐受苦，有一天，咱就要甲伊同齐得到荣耀。这种信仰的眼光，会通帮助咱，将眼前咱所拄着的苦难，甲将来上帝要予咱的荣耀相比较，咱就会通来看清眼前所拄着的苦难，无论是身躯的苦难，也是心灵的苦难。毋也是保罗、使徒彼得。也深知上帝若应允这个苦难能够伫你的生命中间，是这个苦难要对你产生诚大的价值。所以伫伊批信中间，对着遭遇苦难、甲受着迫害的信徒安尼讲，安尼恁就快乐。希望现今恁应该受着百样的试炼，暂时来忧闷，但是互恁的信的经验，比起迄个经过火来锻炼也悠远的败坏的金，也搁较宝贵。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阵，恁通得到懊恼、荣光、甲尊贵。咱若是上帝的儿女，咱若是有圣神在引带咱，若是咱遵照圣神，无遵照咱的肉体，那安尼伫咱所讲的话，伫咱所做的代志顶悬，检测会甲即个世俗的价值观有诚大的无共款，也可能因为一款缘故，咱会惹来一寡反对，甲人对咱的不满，甚至带来苦难甲迫害。伫即款的环境中间的时阵，咱得记住耶稣所讲的话。耶稣讲：为着伊受困扰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人若为着我的缘故勒骂恁、困扰恁、诽谤恁、妄行的歹，恁就有福气，恁就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顶的报赏是大。恁前的先知人，人也是安尼困扰伊。做上帝的儿女，当咱咧服侍过程中间，检测有人甲咱讲闲话，检测有人无同意你的主张，无同意你的看法，检测甚至用话语来侮辱你、来迫害你、来诽谤你。咱拄着这款的情景，咱应该做甚物代志？咱应该谦卑先祈祷，恳求圣神来引带咱、光照咱。若是咱的毋对，咱就伫主的面前承认。咱超找圣神通过上帝话来光照咱的心灵，来认真反省。若是咱的做法毋好，若是咱的态度毋对，至到咱袂通荣光上帝，咱咧服侍上帝总是袂通荣光上帝，反倒当互咱绊倒。咱着反省咱家己，是毋是咱做了无好？是毋是咱啥物所在得罪上帝？至到咱明明咧服侍上帝，
总是咱无荣耀上帝，反倒转互人绊倒。若是咱经过祈祷，得到圣神的安慰甲帮助，常时对圣经的话得到一个确认。虽望咱即时受苦，总是咱知咱无白白受苦，咱是甲耶稣基督同齐受苦。一切礼貌的话，拢降入伫耶稣的身上。耶稣欢喜来承担咱所受的礼貌、所受的剥夺、所受一切苦楚。若是咱甲耶稣基督同齐咧受苦，伫服侍中间，那呢，咱就应该心存欢喜甲快乐，因为这个受苦要印证这事，你是上帝的儿女。这个受苦要印证这事，上帝将来要用伊的荣耀来报偿你。但兄弟姊妹，不论先生毋也是将眼前的苦难甲着未来的荣耀做一个对比。伫这段经文中间，保罗的眼光佫非常的广阔，伊将上帝儿女甲上帝创造一切万物的关系牵连做伙。伫创世纪第1章内面，咱知上帝照着伊形象造男造女，像是祝福福因，交代因一个使命，就是因爱做好管理。上帝受造万物，交代的人伫这个所在来做好管理。总是对圣经咱知，咱人类常常无做好管理的工作。亚当无做好管理，因为有犯罪。你若犯罪，你就无可能做好管理。亚当的身躯是对土来，因为伊犯罪，所以伊对来的土大地也因为缘故受到咒诅。所以伫创世纪第3章，亚当犯罪了后，上帝毋也是责罚亚当，同时也对大地咒诅，讲大地要生出积离，甲着刺皮。亚当就爱每日打拼劳碌劳苦，才会通得到食饱。亚当就爱辛苦一世人，直到伊死，毋也是死，同时伊死了后，就爱归伫土，因为原本对土来，最后也要归伫土。俄国出名的文学家托尔斯泰捌讲一个寓言的故事，拄拄咧描写人一世人打拼，总是到伫落尾得到虚空即种的结局。这个故事咧讲，有一个青年人得到一个大地主的应允，这个大地主甲应允讲：你若对这个日头出来时阵，你就开始走，你一直走一直走，你走偌远，走过这个土地，就拢属于你的。这个人为着要得到这个土地，所以就真正，你出来时阵就开始走，开始走，一直走一直走。随望到伫你正中正的时阵，伊已经非常无力，非常的忝，总是伊无爱放弃。伊讲我要得到更较济，我若只是搁走一下，我就通得到更较济的土地。一直到伫日头落山，伊拢无停止伊的脚步。当日头落山的时阵，伊喘最后一口气，伊就趴落去，倒伫迄个所在。名义上，伊得到真大片的土地，总是事实上，伊落尾所得到的是3尺宽、6尺长，会通埋葬伊的土地。这敢是咱人生一个真实的写照。伫一生中间，咱袂少人咧追求搁较侪金钱、搁较侪财富、搁较侪知识、搁较侪名声、搁较侪地位，往往忽略了，咱就要好好来欣赏美丽的风景。忽略了咱心中所疼的亲人，甲着咱的朋友，伫不知不觉中间，咱一直咧走，一直咧打拼，一直努力，总是到伫最后一个结局，咱所得到的只不过是3尺宽、6尺长，众生之地。人类犯罪所带来的结果，毋也是影响人本身，也影响受造的物。罪存在，互人伫辛劳艰苦中间来过一世人，常时受造物。也受到拖累，所以也伫痛苦、苦愧中间，罪进入到这个世界、受造的世界，带来败坏、死亡甲虚空。受造物陷落伫虚空内面，毋是伊家己愿意，是罪进入到这个世界，所以因为罪的缘故，因也伫迄个所在咧挣扎、咧痛苦、咧吐愧。伫这吐愧的声中间，咧表明咱咧渴望自由，万物也咧渴望自由。这种的自由对倒位来？啥人受苦就受苦就好，啥咱咧吐愧？因为咧受苦的时阵咧吐愧，是代表你内面还佫有一种的愿望，你的内面还佫有一种的理想，你的内面还佫有一种的唔甘愿。圣经内面伫传道书第3章11节甲咱讲，上帝造万物，
照伊的时来成做美妙。上时上帝将永远、永恒放伫人的心内。万物原本是美好，人的心有一个永远，总是这个袂通得到实现，是幸福伫败坏，是幸福伫丑陋，是幸福伫一切的罪下面。所以人唔甘愿，所以伫咱的心内底会发出这吐气。罪的关系，互咱丧失自由。这是上帝的拯救，要互咱恢复这种的自由。罪希望互咱丧失这种的自由，总是无丧失咱这种的愿望。伫上帝的拯救中间，伊要将这款的愿望来实现。咱伫罪甲死的律的束缚下面，咱咧劳苦，像是咧吐气，像是一切受造物嘛咧劳苦吐气，到伫今仔日。这种的劳苦甲吐气，咧彰显受造物对上帝创造万物原本有一个寄望，原本有一个真实的期待。上帝创造的本意毋是死亡，上帝创造的本意毋是虚空，毋是败坏，是和平，是喜乐，是光明，是荣耀。所以上帝儿女咧渴望这样代志，伊败坏身躯会通得到赎回，受造的物咧渴望这样代志，会通听候上帝儿女来显现，来做上帝好的管家，通好互因会脱离这个败坏的管辖。照着上帝拯救的安排，若毋是上帝儿女先得到拯救，那呢败坏受造的物也无法度得到换新。所以受造的物在期待一项事，期待上帝的儿女通出现。上帝的儿女通出现的时阵，因着有机会甲咱共款得到换新，会通听候启示录内面所预言的，有一天新的天、新的地要降临。上帝的儿女将来要得到荣耀是何等的水！因为伊毋仅是家己受到祝福，连受造物，伊四周围受造物也要因为伊缘故，通得到祝福。当上帝儿女恢复上帝的形象，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伊会通自由来彰显上帝荣耀的时阵，受造物也共款得到祝福。所以受造物，照保罗讲，咧其他这样事，就是上帝真正的儿女真正显现。你伫什么所在显现？什么所在？伫你四周围，才会万物也得到好的照顾。那迄个时，因就通脱离虚空甲败坏的屈束，同齐来享受上帝荣耀。总是到伫现今，万物也咧吐气。上帝儿女，咱就是正做圣神所初结的果子，由原心内咧吐气。咱是经过圣神的洗礼，得到天头生，正做圣神初熟的果子。圣神毋仅是互咱得到天头生，也要互万物得到换新。总是希望圣神初熟的果子一定伫咱生命中间来显现，圣神也要丰丰富富、完完全全充满伫咱生命内面。直到咱的内心有的时阵，犹原感觉虚空，咱犹原在吐气。在这时阵，咱犹原无顺服伫圣神的引带，咱拒绝圣神对咱的感动。所以圣经讲，毋通消灭圣神的感动，因为咱人有这种的本能，咱会去消灭圣神的感动。咱人有这款的倾向，咱无爱圣神来引带咱，咱要做家己的引带。当这种的情形下面，咱的心犹原有虚空。咱知影，咱已经领受圣神，咱知影，咱已经成做上帝儿女。总是伫圣神丰丰富富、充充满满伫咱生命中间进前，咱犹原常常会吐气。总是这种的吐气，毋是咱失去信心，也是陷入绝望，是对着咱，因为对上帝国有一个寄望。是咱对着完全的救赎有一个愿望。伫耶稣基督内面，上帝为着咱所备办的拯救，毋是一半的拯救，是完全的拯救。毋是让咱个人灵魂得救，是涵盖伫咱的灵魂体、全体生命整体拯救。咱的灵得到顶头生，咱的魂得到精英，得到换新，咱的身躯也要得到赎回。上帝完全的拯救，毋仅是关联伫人，也关联因为人的罪缘故，受到咒诅的土地。甲着受造的物，受造的物的愿望会通得到自由，会通得到换新，因咧听候上帝儿女通出现。但伫耶稣基督内面完整的救赎，互咱圣神所初结的果子，甲着万物活伫愿望中间，万物伫愿望上帝的儿女显现，会通脱离败坏的压制。上帝儿女咧愿望一项事，就是咱的身躯赎回，会通完整。得到囝的名分，会通甲基督同齐来继承天顶的产业，互咱现主时的罪身，
咱主即个主是处死的身躯，和咱主是即个见效的身躯、败坏的身躯、会软者的身躯、属伫血气的身躯，要伫上帝对无变有，像是互死人会通过我的权能中间，有一天伊要成做圣洁、无瑕疵、荣耀、永壮、属灵的身躯。这是主互咱的应允。主讲，我就是过我，信我的人也要直接去过我。华兰西斯捌伫伊的批信中间写一首的诗，这首的诗叫做《太阳弟兄的赞歌》（The Canticle of Brother's Son）。伫这首诗中间，伊咧描写做上帝儿女，甲伫受造万物中间荣耀互动。咱看见伊安怎通过所受造万物，伊咧荣耀上帝。伊的诗内面安尼写：全能美善的上帝啊，你堪得一切的恶乐、荣耀甲尊贵。若是阮原本是要归伫无的人，阮原本袂堪得来称呼你的名。总是因为你救赎阮，所以阮会通伫你面前来学乐你。因为你创造天地万物，阮要归荣光伫你。特别，阮要感谢你，因为你有创造太阳哥哥，伊将太阳改称作哥哥。这个哥哥伊带来光明，伊是遐尼灿烂，像是伊的光明四射。伊是至高者的一个象征，所以伊学了这个太阳，伊将太阳称作是伊的哥哥。我的主，我也要学了你，因为你创造了美牛姐姐，甲着无数的星星，因悬悬挂伫天顶的所在，亲像珍珠共款，遮尔水，佮遮尔美丽。毋仅是安尼，我也要学了你，因为你创造了风、地地、空气、白云。各种的气候，通过这个，阮所有的受造物会通得到滋养。果然是安尼，爸上帝，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创造了水妹妹，伊是遮尔谦卑、遮尔洁净、遮尔宝贵。阮也要学了你，因为你创造了火滴滴，伊互黑暗带来光明。伊遐尼光彩，伊遐尼活泼，伊遮尔臃肿，佮遐尼有气力。最后，阮也要学了你。因为你赐予阮大地老母，伊养育阮、照顾阮，生产各种的果实来养饲阮，像是遐尼色彩缤纷的花草树木，互阮通欣赏。兄弟姊妹，这个世界是天父上帝的世界，上帝儿女伫这个世界中间，着尊重、着疼惜上帝所创造的万物，包括日、月、星辰、风、云、火、水。甲着遮的万物、遮的活物、遮的食物，上帝所创造的，咱毋通看见伊；上帝所创造的，咱着珍惜伊。亲爱的姊妹，今仔日咱通过保罗先生伫这段经文中间对着咱的提醒，咱基督徒有种身份，咱是上帝儿女。总是咱毋是生来就是上帝儿女，咱原本生来是伫罪恶中间来生。咱过去的生活嘛，一直活伫罪中间。咱原本是应该受咒诅的，总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咱有一款的福气，会通成做上帝儿女。咱是呼召进入到上帝的家，咱会通确信，咱就是上帝儿女，毋是空嘴保子来讲我就是上帝儿女，是因为上帝的神确实的引带咱，互咱得到顶头生，像是伫咱的生命中间，甲咱的神同齐来见证。同齐来呼叫，咱是上帝儿女，咱会通呼叫上帝做咱的阿爸爸。咱通成做上帝儿女，咱会通甲永远全能创造者早伫地、现今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的上帝，伫生命中间三角结连做伙。这种的联合，这种的结合，互咱的眼光无搁再局限伫咱的现在，互咱的眼光会通看伫将来。这种的结合，毋仅是互咱的目睭敢若关注伫咱的生命。咱也咧关注上帝所创造的受造物，咱咧渴望上帝救赎的完整，包括咱的身躯得到赎回，咱也咧渴望万物甲咱共款，同齐是脱离败坏甲虚空这种的关系。希望咱正做圣神初识的果子，总是咱还阁活伫这个世间，咱还阁活伫咱的肉体内面，咱的其实面对苦难甲败坏，咱犹原对咱的心会发出讨愧。总是咱无用安尼来失去愿望，因为咱知
咱所遭遇的苦难中间，咱若伫有信心内底，咱的苦难中间是要帮助咱找到耶稣基督。伫咱的苦难中间，耶稣基督伫个所在咧为你受苦。咱来通甲伊同齐来受苦，咱将来就要甲伊同齐得到荣耀，看去万美恢复上帝创造迄款的荣耀。但亲爱兄弟姊妹，天父上帝为着咱所备办的是何等大的恩典。伊为着咱所备办的、所成全的救赎是何等伟大！伊伫设立世界的根基进前，竞选咱成做伊的儿女。伊借着耶稣基督福音，向咱证明，咱就是伊的儿女。伊通过圣神伫咱的心内，甲咱的良心同齐见证，咱是上帝的儿女，常时互咱会通呼叫阿爸爸。伊引带咱行过咱今生的路程了后，伊互咱会通甲基督同齐做上帝的护士，同齐来继承天顶的产业。伊互咱的身躯，即个时阵虽往活伫白体内底，活伫罪身内底，活伫处世的身躯内底，总是伊互咱有一个愿望，咱的身躯会当得到赎回。咱有一天，咱的身躯要成做一个荣耀、袂败坏、属灵的身躯。伊互咱分享伊的荣耀，互咱的生命会通彰显伊的荣耀，常时甲咱四周围受造物同齐来学乐荣耀。诚做上帝的儿女是何等好福气！诚做上帝的儿女是一个美好的代志。亲爱兄弟姊妹，你是毋是为着你已经诚做上帝的儿女来感谢、来欢喜？请咱同心来祈祷。感谢爸上帝，阮做你的儿女真正好，互阮会通珍惜这款的幸运，帮助阮伫你圣神的引带下面，活出你的圣子耶稣基督形象。当阮仰望世界的时阵，互阮看去，你所赐恳的圣神降临伫阮的生命内面，用阮的身躯做伊的圣殿。当阮安静祈祷，互阮会通听去你宝贵的声对阮讲：这是我所听的囝，我的心欢喜伊。主啊，互阮有一款的福分，做你的囝。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To make it true.